你知道吗？很多人每天认真走路运动，却越走膝盖越痛，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矛盾？走路不是最安全的运动吗？为什么反而会让膝盖受伤呢？我是陈百仁医师，在骨科领域工作了30年。这30年来，我看过太多患者，他们每天认真散步，努力运动，但膝盖却越来越不稳定，走路越来越没有信心。有些人甚至走个楼梯都会害怕跌倒。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真相：走路确实是好运动，但如果你只做走路这一种运动，你的膝盖其实正在慢慢失去保护。为什么？因为走路只训练到一个方向的肌肉，而你的膝盖需要的是全方位的稳定力量。我曾经有一位患者，62岁的张太太，她每天早上都走路1个小时，风雨无阻。但她来找我的时候，膝盖已经痛到不敢下楼梯了。你知道事后来发生什么事吗？我只教了她3个简单的动作，每天只要5分钟。3个星期之后，她告诉我，医师，我现在下楼梯不会怕了，膝盖也不痛了。如果你现在也有膝盖不舒服的问题，或者你想要预防将来膝盖退化，请你一定要把这个影片看完，因为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内容可能会改变你对膝盖保养的所有认知。如果你没听完这一段，你可能一辈子都在用错误的方式对待你的膝盖。请在下方留言，让我知道你现在在哪里。观看这支影片，在我们开始之前，也欢迎你留下任何问题，我会尽量为大家解答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最新、最实用的健康建议。我也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认真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；如果没有帮助，请打数字0。现在，让我们来好好认识一下你的膝盖。很多人以为膝盖就只是一个关节，但其实它的角色远远比你想象的重要。从医学的角度来看，膝盖其实是一座桥梁，它连接着下面的脚踝和上面的髋关节。脚踝就像是感应器，负责侦测地面的变化；髋关节则像是稳定器，负责控制整个身体的平衡。而膝盖呢，它就在中间，必须同时配合这2个部位，才能让你走得稳、站得好。我常常用这个比喻，膝盖就像高速公路上的大桥，如果这座桥只能承受前后方向的车流，但实际上车子却从各个方向过来，这座桥很快就会出问题，对不对？你的膝盖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当你只做走路这种前后移动的运动时，你只训练到前后方向的肌肉，但是日常生活中你需要转身，需要侧身，需要上下楼梯，这些动作都需要侧面和旋转方向的肌肉力量。如果这些肌肉没有被训练到，它们就会慢慢进入休眠状态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走路走得很多，膝盖却还是不稳定的真正原因。不是因为你老化，也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的运动方式太单一了，没有给膝盖全方位的保护。请记住，这真的不是你的错，只是过去没有人告诉你这个重要的观念而已。让我来跟你分享张太太的故事。张太太今年62岁，住在台北市，是一位退休的国小老师。她一直很注重健康。退休之后，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，到附近的公园走路1个小时，从来不间断。他跟很多人一样，相信走路能养生这句话。他也确实看到一些好处，体重稳定了，心情也变好了。但是大概从半年前开始，他发现自己的膝盖开始有点怪怪的。一开始只是走完路之后，觉得膝盖有点紧紧的，他想说应该是正常的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但是见地这种紧绷的感觉越来越明显，到后来他发现自己下楼梯的时候，膝盖会有一种不稳定的感觉，好像随时会软掉一样。
他开始害怕下楼梯，每次都要很小心、很小心地扶着扶手，一阶一阶慢慢走。张太太来找我的时候，她说：“医师，我每天都有运动啊，为什么膝盖反而越来越不好？是不是我年纪大了，膝盖退化了？”她的语气里面有一种无奈，也有一种害怕。我仔细帮她检查之后，发现她的膝关节本身并没有严重的退化问题，真正的问题是她的膝盖周围有一些很重要的肌肉，因未长齐眉，有被正确训练，已经变得很无力了。这些肌肉就像是膝盖的保镖，当它们不够强壮的时候，膝盖就失去了保护。我告诉她：“张太太，你不需要担心，你的膝盖没有坏掉，只是需要一些不一样的训练，只要改变一个动作，你的身体就会开始恢复。”她听了之后，眼睛里面重新出现了希望的光芒。接下来我教她的3个动作，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给你的内容。3个星期之后，张太太回来复诊，她告诉我，她现在下楼梯不会怕了，膝盖也不会痛了。她说她终于又找回了那种可以自由行动的感觉。现在让我用更清楚的方式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走路走得越多，膝盖反而越痛。从人体结构来看，走路这个动作主要是训练前后方向的肌肉。你的大腿前面有一条很重要的肌肉叫做股四头肌，走路的时候它会出力，后面有腿后肌群也会参与，这些都是前后方向的肌肉。但是你的膝关节要稳定，不能只靠前后的力量，它还需要侧面的力量来稳定。大腿内侧有内收肌群，外侧有外展肌群，这些肌肉负责控制膝盖不会往左右偏移。如果这些侧面的肌肉没有力量，你的膝盖就会在走路的时候慢慢的失去平衡。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，想象你的膝盖是一座吊桥，如果这座桥只有前后2条钢缆在拉着，没有左右的钢缆稳定，那么这座桥只要有一点风吹，就会摇来摇去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走路走得很多，但膝盖却越来越不稳定的原因。因为你一直在强化前后的力量，但侧面的力量却没有被训练到。时间一久，整个膝关节的力量就失去平衡了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当侧面的肌肉长期没有被使用，它们会进入一种休眠状态，即使你想要用它们也不知道怎么出力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膝盖没力，软软的，但是请你放心，这些肌肉病没有消失，它们只是在睡觉而已。只要用对的方法把它们唤醒，你的膝盖就能重新找回稳定的力量。接下来我要教你的动作，就是专门设计来唤醒这些沉睡的肌肉。好消息是，要重新训练这些沉睡的肌肉，其实不需要花很多时间，也不需要去健身房。我今天要教你3个核心动作，每天只要5分钟就可以完成。这3个动作分别是坐姿抬腿、夹球伸腿，还有站姿抬膝。听起来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小看它们，这3个动作是我经过30年临床经验，特别为膝盖设计的训练。第一个动作训练的是你大腿前面的股四头肌，也就是膝盖的刹车系统。第2个动作同时训练大腿内侧和前侧，让你的膝盖和髋关节重新学会合作。第3个动作则是训练你全身的协调和平衡，让你的神经系统重新校准。最棒的是，这3个动作完全不需要任何器材，你只需要一张稳固的椅子就可以开始训练了。如果要做第2个动作，你可以准备一颗小球或者一个卷起来的毛巾就可以了。坐着就能开始，不需要担心会跌倒，也不需要担心会受伤。这就是我设计这套动作的原因。因为我希望每一个人，不管年纪多大，都能够安全地训练自己的膝盖。接下来我会一个一个动作详细说明，请你仔细听，最好拿笔记下来。
第一个动作叫做坐姿抬腿，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效果非常好。让我详细说明怎么做。首先，你要找一张稳固的椅子，最好是有靠背的。坐在椅子上，让你的背部轻松地靠着椅背，保持你的腰部挺直，不要驼背，也不要太僵硬，就自然地坐着就好。你的双脚平放在地上，膝盖弯曲大概90度。准备好之后，选择一只脚，慢慢地把这只脚往前抬起来。抬的时候要注意，膝盖要紧，量伸直，但是不要用力锁死。想象你是要把脚跟往前推出去的感觉，抬到你的大腿离开椅面，然后在最高点的位置停留2秒钟。停留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大腿前面的肌肉在用力，甚至会有一点发烫的感觉，这是正常的，这代表你的股四头肌正在工作。停留2秒之后，慢慢的把脚放下来，注意放下来的速度要跟抬起来一样慢，不要突然松掉，这样可以让肌肉得到更好的训练。一只脚做8到10次之后，换另外一只脚，2只脚都做完就是一组。刚开始做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大腿很容易就累了，或者脚抬起来会有点抖，这都是正常的。这不代表你虚弱，而是代表你的肌肉正在重新醒来。就像一个人睡了很久，刚醒来，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完全清醒一样。这个动作最重要的关键是动作要慢，要有控制，不要用甩的，也不要用反弹的力量。你要专注在肌肉的收缩和放松上面。如果你做完之后，大腿前面感觉有点酸，那恭喜你，这代表你做对了。这就是膝盖的刹车系统重新启动的感觉。持续练习几天之后，你会发现这个动作越来越轻松，而且你的膝盖也会越来越稳定。第二个动作叫做夹球伸腿，这个动作在坐姿抬腿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个重要的元素，就是训练大腿内侧的肌肉。首先，你需要准备一个道具，可以是一颗小球，大概排球或篮球的大小都可以。如果家里没有球，你也可以用一个卷起来的毛巾或者一个小枕头，只要是软软的，可以夹在2个膝盖中间的东西都可以。准备好之后，坐在椅子上，姿势跟第一个动作一样，背部挺直，靠着椅背，然后把球或毛巾放在2个膝盖中间，用大腿的力量夹住它。接下来就像第一个动作一样，选择一只脚慢慢往前伸直。但是这次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当你伸腿的时候，你的2个膝盖要持续用力夹住那颗球，不能让球掉下来。你会发现，当你夹球的时候，不只是大腿前面在用力，大腿内侧也会感觉到很明显的收缩，这就是内收肌群在工作。这组肌肉非常重要，它们负责稳定你的膝盖，不让膝盖往外偏移。一样在最高点停留2秒，然后慢慢放下，做8到10次之后，换另一只脚。这个动作的神奇之处在于，它让你的膝盖和髋关节重新学会合作。我常常用这个比喻，你的膝盖和髋关节就像2个好朋友，本来应该要一起呼吸，一起行动，但是如果很久没有一起工作，他们就会忘记怎么配合。这个动作就是在帮助他们重新找回那种默契。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有几个常见的错误要避免。第一个是有些人会忘记夹球，只专注在伸腿，记得夹球的动作从头到尾都不能放松。第二个错误是有些人会耸肩或者身体往前倾，既得保持你的上半身放松，肩膀往下沉。还有，如果你发现夹球很困难，球很容易掉下来，这代表你的内收肌真的很久没有工作了。没关系，一开始可以用比较软、比较大的东西来夹，慢慢的你的肌肉会越来越有力。当你做完这个动作之后，你应该会感觉到大腿内侧和前侧都有点酸，这是一个好的讯号，
代表这些沉睡的肌肉正在醒来，正在重新学习他们应该做的工作。第3个动作叫做站姿抬膝，这是3个动作里面比较进阶的，因为它需要你站起来做，但是不用担心，我们会用最安全的方式来练习。首先，你要找一个稳固的支撑点，可以是桌子，可以是厨房的流理台，也可以是墙壁。总之就是当你需要的时候，可以扶住的东西，站在这个支撑点旁边，2只手轻轻扶足，注意是轻轻扶足就好，不是整个人靠在上面。你的身体要保持直立，想象有一条线从你的头顶往上拉。准备好之后，选择一只脚，慢慢的把膝盖往上抬起来。抬的时候，你的大腿要往上，但是不需要抬得很高，大概让大腿跟地面平行就可以了。抬到最高点之后，停留2到3秒，然后慢慢放下。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它训练的是全身的协调反应。当你单脚站立的时候，你的脚踝要稳定的支撑，你的膝盖要保持平衡，你的髋关节要控制整个身体不往旁边倒。这就是所谓的全身协同反应，也就是你的神经系统重新校准的过程。如果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发现支撑脚会抖，或者身体会晃来晃去，这是完全正常的。这个抖动不是代表你没力气，而是代表你的神经系统正在重新学习怎么控制平衡，就像学骑脚踏车一样，一开始一定会摇摇晃晃，但是练习几次之后就会越来越稳定。每一只脚做8到10次，做的时候要专注在保持身体稳定，不要急，慢慢做，把注意力放在你的支撑脚上面，感觉它怎么调整来保持平衡。这个动作有不同的难度等级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你可以2只手都扶着支撑点。当你觉得比较稳定之后，可以试着只用1只手扶。在更进步之后，你可以挑战完全不扶，或者只是把手指轻轻放在支撑点上面，不真的出力。但是记得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如果你觉得不稳，就扶住，没有人会笑你。重要的是你在安全的情况下慢慢进步。这个动作的好处是，它训练的是真实世界会用到的能力。当你走路、上下楼梯、转身的时候，其实都需要这种单脚的平衡和稳定。所以当你把这个动作练好了，你会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移动都变得更轻松、更有信心了。恭喜你！你刚刚完成了3个1师级的膝盖训练动作。这3个动作虽然简单，但是它们包含了我30年临床经验的精华。如果你从今天开始每天认真做这3个动作，每个动作做2组，总共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。2到3个星期之后，你会发现你的膝盖变得更稳定了，走路更有信心了，上下楼梯也不会害怕了。我想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你的身体不是老了，而是被忽略太久了。这些肌肉一直都在，它们只是在等待你重新唤醒它们。现在你知道方法了，剩下的就是持续练习。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我开始行动了，让我知道你愿意为自己的膝盖健康负责。也请你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爸爸妈妈、你的朋友，因为几乎每个人都需要这些知识。记住，你的膝盖会记得今天的努力，保持练习，保持自信，你一定可以找回那种自由行动的感觉。我们下次见 ，retry。